各位兄姐平安，聚会还有1分钟要开始，请大家赶快就定位。那铁三角麻烦前面有空位的尽量补满，让后面的人比较好入座。那再请大家把手机关静音或飞行模式，不要影响聚会。好，那交谈的请入座咯，我们还有1分钟要开始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开心能够再次跟大家在我们的家中见面。我们首先先跟旁边人给他一个最美丽的微笑，跟他说：“很开心今天看到你。”很开心今天看到你。哈利路亚！我邀请每一个人，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邀请我们一起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今天聚会的一开始，我们先放下我们心里面所有的忧虑、所有的重担，让我们定焦在神的身上，让圣灵来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我们爱你。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来向神赞美，来向神感谢。哈利路亚，谢利亚拉拉，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开口来赞美你，用舞蹈来赞美你。主，谢谢你，主，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利亚拉拉，库啊拉拉，索拉拉拉拉拉，西亚拉拉，修利亚拉拉，库啊拉拉。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再一次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让我们一起热情的来赞美神。让我们一起热情地来赞美神。哈利路亚！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带着不动摇的信心，宣告我们的生命要得胜有余。阿们吗？阿们。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分出火烛，海浪
转向你旁边人，跟他说：你跳舞的赞美上帝非常喜悦。转向你旁边人，跟他说：哇，你的歌声好好听。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用美好的歌声来赞美、来敬拜他。Amen 吗 ？Amen。让我们一起高举我们的双手，让我们一起用这一首新歌来敬拜我们的神。
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尊崇你。
到3月，3月让我们想到的季节就是进入到一个春天春季。上帝在创造季节当中都有他的一个纪律在运行，神是有纪律的神，阿们。神是有次序的神。进入到春天的当中，春季的当中，神在告诉我们什么？所有一切在冬季枯干的，虽然我们的生命也有枯干的时候，虽然我们的生活也有难处低谷的时候，甚至是生病的时候，但是神他透过春季告诉我们说，孩子，我的百姓们，这一切都要告一段落，你的生命要进入到春季当中，阿们。那是一个新生的季节，阿们。所有的植物万物都进入到一个新生的季节，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听见圣灵的声音说，孩子们，你们的祷告彰显了我在你们身上所创造的那伟大，阿们吗？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们的赞美如此的美，那声音遍及到各地，甚至连地都在震动，因为天使与我们一同尽情的在歌颂这位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他，阿们。弟兄姐妹，这么美好的时刻，当然我们一定要把握这美好的时刻，因为神他是应许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神要成就。我们要来 RPG 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培育学校，为我们的星光学院，为我们的5班，从3月开始就是有一个新的季节的开始，新的气息，新的生命，新的作为都要进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要来为这些的事工来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他就成就那更大的恩典在你的身上，在教会当中，阿们吗？阿们。这个时候我们来找我们旁边的人一个找一个，然后呢，会的带不会的，我们要来 RPG， 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培育学校，为我们的星光学院，为我们的舞团、5班这些社区的事工，求神让我们进入春季当中，有美好的事，新事要来成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灵何其何其的荣耀。主啊，是的，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主你就对我们说话，你就带来医治。主啊，你的恩典从不落空。主，谢谢你，你加添了那格外属天的智慧能力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你必要成就，借着我们社区的事工的连接，主啊，要让更多的人他们来认识耶稣，来认识基督，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你说话哈
经历你的医治，荣耀，我们正经历你的安慰。这个时候你要行医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凡我们信心所求的，主你说凡祈求的就必得着。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呼喊3次的哈利路亚，来赞美耶和华。阿们吗？预备好了吗？3、2、1，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是配得，神是配得的。大家请坐。现在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旧约出埃及记第1章7到14节，出埃及记第1章7到14节，请。然而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繁衍昌盛，极其强盛，遍满了那地。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统治埃及。他对自己的百姓说：“看啊，以色列人的百姓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让我们机巧地对待他们，恐怕他们增多起来，将来若有战争，他们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然后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监工管辖他们，用劳役苦待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储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可是越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多，更加繁衍。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厉地强迫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苦工而生活痛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一切的工，埃及人都严厉地对待他们。圣经攻读到此，愿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现在要请我们的牧师来证道，他的题目是有出路的人生，有出路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每次的敬拜总是带来神的荣耀，阿们。因为我们就是要把一切颂赞归给我们的神，并且带着我们感恩的祭来到神面前。我相信神把握这个时刻跟我们的连结，他透过圣灵在做工在其中，阿们。所以我们相信圣灵是跟我们同在的，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在这里一起更多的敬拜，让他的名得荣耀，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永光宣言。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
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感谢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呼求，更是我们的宣告。因为我们永光教会不管几个人到哪里去，我们都带着福音的使命出去，并且我们都做了最美好的见证，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教会在上个礼拜，就是礼拜五2月28日跟3月1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核心同工能够一起出去这对我们教会来讲，大概是5-6年没有办了哈5-6年没有办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去到那里的情况哈。OK 来，哇，真的，这是我们去到第一站，这是埔里教会，就是周牧师全家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就派到这里，这是我们的母会，然后我们就被派到鱼池教会去哈。所以在沿路牧师有跟大家来简介牧师到埔里到鱼池的情况，也把那个地方的特点特产都跟大家来分享哈。OK，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这是埔里教会，他们是921地震以后重建的礼拜堂真的很漂亮。我们大家同工去都很羡慕有自己的礼拜堂可以在那里敬拜。然后中午我们就在那里吃西西霸丸吃西西霸丸。OK， 然后我们昨天呢，我们有到九族文化村去大家去那里享受神创造的美因为满遍地的樱花真的是超漂亮的这个都是牧师自己照的不是网络上了我们坐搭缆车有没有？哇，这是日月潭我还照到这张相片让我们可以来享受。没去的你的心境就一起去好不好？真的是埔里日月潭九族真的是太美了在中部，所以我们在北部的人可能不是常有机会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个时间去你看我们大家都很兴奋的在那里排队都很甘心乐意。其实我们是很早去的，但是还是要排队这是很特别的。你看到处都是樱花盛开的就像每一个人的脸蛋都是盛开的一样真的是感谢主给我们这么美的地方这么好的同工一起来。哇，你看最后的这个笑容就知道说多美好，有没有？太好了，就把它留在这里好了感谢主好的，好，那这是我们这2天大家一起去到那里可以转回来了我们在去到哪里，我们都发现我们的同工的合一，彼此的扶持是很棒的昨天在回程的时候，快到台北了然后我们车上有分享有同工更棒的分享，就说对虽然有一些的同工时间点到了，大概可能有要多等1分钟有的人迷路了有的人排队排不到，还是赶快回来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非常的包容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永光，因为有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呈现这么美的一件事情OK， 好，牧师问大家，你有喝茶泡茶习惯的举手一下来。OK， 好，我来看一下。好，请放下。你有喝咖啡煮咖啡喝咖啡习惯的举手一下。哇，还是咖啡比较盛对不对？比较多对不对？哇，这是北部北部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一杯咖啡早上起来就一杯，自己没有办法煮，至少哪里可以买我没有广告超市便利超商都有大家的习惯我相信你们
为了要买一杯咖啡，你们也会去了解，这杯咖啡它的咖啡豆是哪里来的，好，他们标榜的是什么？那你喝起来顺不顺口？习不习惯？大家都有不同的这个经验值，可以很棒的分享哈。那泡茶对牧师来讲是有很好、很历史很悠久哈。因为在小时候的时候，爸爸他是务农的哈。不管去耕田呐，或者去在那个砖块哈，去帮忙别人哈，工作回来，即便已经下午6点了哈，他回来一定不会马上吃饭，他总是脸洗手洗一洗，一定要喝杯泡茶才会吃饭，所以因着这个习惯，我的妈妈或者是我们。就知道爸爸快回来了，就赶快泡茶哈，等着他回来，因为我们肚子都很饿了哈。我们不会先泡茶再吃饭，但爸爸的习惯就是这样因为他的习惯，就让我们这一家大大小小的都很喜欢泡茶。因为在泡茶的时间里面，我们发现是家人最亲密的时刻，可以谈心的时刻，可以放松的一个时刻哈。但是你知道吗？泡茶是有学问的呢。泡茶是有学问的哦。一般来讲，春茶跟冬茶是比较人家比较喜欢的。那冬茶跟春茶怎么分？春茶，如果你泡茶以后，那个茶叶枝枝子比较长的，那个叶子比较厚实的，而且还有那个叶蕊的那个就是什么？叶苗的很小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一那个刚生出来的那个那个就是春茶。好像叶芽的那样的感觉那你泡起来，如果看到这个就是春茶。那春茶喝起来会比较浓厚一点，但是它就是因为有那个叶芽，所以有带一点点的苦。但很多人喜欢喝春茶，因为是很清香的感觉，那个茶叶就很清香。但有的人喜欢喝冬茶，因为春茶的产量比较多，因为春天很茂盛嘛，那冬茶呢，因为天气寒冷，又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所以呢，高山茶的话，它的那个可以采收的就比较有限。但是冬茶有的人喜欢是怎么样？它是比较有那个喉韵的，就是你喝了以后那个会回甘在你的喉咙，就很舒服。这是不同的，有的人不同的偏好。那对牧师来讲，我都喜欢。在家里不管是冬茶、春茶，超厉害的而且有的人甚至厉害到他喝茶就知道这个是哪里的茶叶，是阿里山的。还是清净的，还是南投的，他都喝得出来甚至我们北部也有文山的包种茶，对不对？包种茶跟阿里山的茶叶就完全不一样。所谓不一样是阿里山的茶叶，中部的茶叶都有蕊过，所以都是一粒一粒圆圆的，有没有？那北部的我们的茶叶都是怎么样？就是松散的，没有蕊过那是很好分辨但你知道吗？其实品茶是学问那品茶有3道手续在跑所以呢，第1道当然就是喝了泡茶以后，茶不要浸太久对不对？第1泡大概1分钟左右，第2泡1分钟，第3泡以后就再少一点时间。那喝茶当然是趁热的喝的时候喝。那你喝茶下去，你应该要就像也有人说喝红酒也是需要这样，对不对？要留一点时间在你的口腔里面让你的舌头牙齿能够去品味它的香气。喝茶也会是这样子那喝茶以外呢，更重要的是要闻香。你们泡茶有用闻香杯的举手一下。没有呢，只有我家有。
我家是道地南部的泡茶方式啊。为什么要闻香呢？因为茶香啊，要用闻的，那才是很好。透过闻啊，吸进去，在你的呼吸道里面，你就会闻出这一泡茶的真正的香气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习惯第一泡茶，第一的冲热水以后倒掉以后，第二泡进1分钟就直接，如果有蚊香杯，蚊香杯也要先热过，对不对？穿烫过以后，再把那个直接就倒在里面哦。好，那倒过去大概30秒以后，你就可以把蚊香杯的茶倒在茶杯里面，然后空的蚊香杯，你就可以这样闻。哇，那个味道你就真的闻得很清清楚楚，因为在杯子蚊香杯里面啊，那个真的是楚留香真的是很好啊，习惯，甚至我们会习惯，闻完以后呢，茶杯还热热的，对不对？就按摩一下眉毛啦，太阳穴啦，哇，真的是很舒服。你可以想象吗？就是这样的。那但是不只是这样子哦，应该还要以脑会茶。什么叫以脑会茶？其实就是说，你既然是泡茶的这个时刻，你就要放下你的工作。如果你一边泡茶一边做你的功课，我告诉你，你这一泡茶给泡呀，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可以享受在这泡茶的过程里面，你没有真正的放下你的担子下来哦。所以我们习惯泡茶的时候都不能。牧师习惯是，如果茶叶没有喝过3杯5杯，我不会吃零食的，因为很浪费。一吃零食，那个茶味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的习惯用这样子可以来体会说，对啊，泡一泡的茶，不只是喝茶，不止闻香，更可以怎么样？以脑，就是用你的灵魂体跟自己也跟家人有一个很美好的沟通，那棒不棒？真的是很棒啊！如果你要学泡茶的话，告诉牧师我开课来教好了这是一个生活上一个小确幸帮助我们跟家人跟朋友都有泡茶的共同的时刻。记得泡茶的时候还是要用心泡，哇，才不会浪费因为1斤的茶大概也要2-3千块起跳嘛。那我们就好好享受这泡茶的时刻。感谢主如果你懂得泡茶，连茶具都有学问呢。每一个人的喜欢的方式不一样，那都个人喜好而已，没关系的。有的人就喜欢那个茶壶，因为人口多少跟你那个茶壶有关系吧，对不对？你不用2个人泡，你用那么大的茶壶，那是这么大的茶壶是6个人以上的你就泡2次你就喝不完了，对不对？如果2个人，你就找2个、3个的茶这样的一个大小来泡，那就很有感觉如果你10个人，你拿那个4个人的泡，那他们会吃不够喝不够瘾因为太慢了这是都有学问的也看个人的嗜好所以感谢主牧师会讲这一些，就是因为如果你懂得泡茶，懂得喝咖啡的话，你会用心在这个区块，你会去了解你喝的咖啡，你会习惯哪一家，对不对？昨天早上起来在正宝大饭店，有的人就不习惯喝饭店早餐的咖啡，对不对？对不对？还是很多人出去买咖啡，那就是习惯嘛没关系反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可以享受一切物质的一切这一些的物质，在我们可容许的范围里面，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能够跟自己很多的激励，也可以有很多跟弟兄姐妹的一个分享那既然我们连喝茶喝咖啡都这么用心，那读圣经要不要那么用心？是可以的如果你每一天没有一杯咖啡活不下去的话，你每一天至少要一章的圣经，对不对？怎么样？我们的那个一篇1章怎么样？每天1章，生命发光对每天1杯生命怎么样？
很确信一样嘛哈，所以让我们能够彼此提醒哈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的。你跟隔壁说，你可以用喝茶跟喝咖啡的心情读圣经来。因为刚才喝茶的跟那个喝咖啡的举手的话，大概只有1成的人没有哈。那1成的人到底在喝什么？喝小米酒吗？不行哦，不要把小米酒当作茶哦。不行了哈。OK， 被牧师抓包的话，赶快悔改。听懂的人就懂。有的人脸红了哈，没关系OK， 好，今天开始我们的2年读一遍圣经，是从出埃及记开始。今天是读第1章跟第2章，当然，牧师为了预备就提早读了嘛哈。但是今天，如果你早上有读的话，就知道我们从出埃及记第1章、第2章开始。那因为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希伯来文的出埃及记，其实它是用他们的名字做它的标题书名。好，那我们中文为什么会用出埃及记呢？是因为其实是一本他们用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就把它定义为出入这个字。好，这个字，那所以我们中文也用出入这个，所以牧师才会定今天的经文主题叫做有出入的人生，有没有？有出埃及的人生，这就是这样而来哈。OK， 好，所以既然说是有出入，那这是在记载什么呢？其实出埃及记是在记载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一个事件，就是以色列人如何脱离为奴之地埃及，能够被神所带领出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继续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过程真的是不容易的。而这个过程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其实在说第6章第6节的时候，是最重要的、主要的要节哈。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生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出埃及记6章6节。对，所以出埃及记的要字就是救赎这2个字。好，这让我们来了解我们出埃及记在读的时候，最大的目的就是这样，就是神说话了，神向摩西显现，对摩西说，拣选摩西要去跟这一些成为埃及的国奴的以色列百姓，跟他们说这一句话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哈。所以有的人圣经学者就认为出埃及记其实就是旧约历史的中心，因为这一件事情预表了神在任何人苦境的时候，他都为我们预备了出路，包括教会，包括国家社会，包括你的家族、你的家庭、你个人。任何在苦境受苦的时候，被辖制的时候，没有真正得着自由，从神给我们的这个自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经历出埃及记。阿们。这个就像新约谈到的是用十字架为中心。这是我们在研究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出埃及的故事，对不对？你想一想，你有没有出埃及的故事？你跟隔壁说，我有出埃及的故事。应该每一个人都有，不管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你面对这份信仰的时候，如果这份信仰现在已是你生命的中心，神是你唯一的依靠的话，那你一定会有经过出埃及这件事情，就是从过去生命好像没有方向，家庭不晓得怎么样营造，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一切好像
都不怎么有目标，好像不晓得怎么样来过活。但是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你才知道你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的话，你依靠他，他一步一步会指引你，带领你出埃及。阿们。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有出路的人生，是表示怎么样？我们本来是绝路了，本来是没有盼望了，这本来不晓得从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可能会面临的所谓的没有盼望，没有能力了。但是因为遇见耶稣基督，就有看见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事实。哇，这是你我可以看见的。所以出埃及记第1章第1节就这样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第5节他谈到说，他们来到埃及的时候总共有70个人。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第1章第1节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记载呢？因为他是要连结，让我们明白在创世纪第78章以后所描述的，他用简洁的这一句话把它陈述出来，让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不是独立的一卷书。因为原来我们称为摩西五经的，就是旧约前5卷书，它本来就是只有1卷，但是因为非常的冗长，所以圣经学者才把它分为5卷书，让我们来读。所以这下个礼拜牧师在这个概念上也会再让我们来了解，在接续我们读其他的摩西五经的时候会更明白。OK， 那到第6节就是今天我们读的上一个经文，他有提到说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这在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像以色列人下到埃及到现在经历了200多年以后，有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就是过去被尊重的，过去带来对埃及的祝福，这现在的埃及人都忘记了，他们也不认识了所谓的有一位宰相，就是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叫做约瑟的，他们都不认识他。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他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后，这一些寄居在埃及歌山的以色列人，哇，就面临了极大的一个困境挑战，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但是第7节我们所读的却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在那里200多年他们是怎么样？生养众多，并且茂盛，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哇，很特别，让我们想到神对他们的祝福都继续在应验实践中呢。那不是很棒吗？然而我们看见，当我们蒙福的时候，当我们因为信这位上帝大大被祝福的时候，有时候会带来的是什么？别人的嫉妒哦，有时候会有隐含的我们不晓得的暗潮汹涌，可能会迎向我们而来。那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警醒，对不对？这是必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圣经就记载说，埃及新的法老新王起来，他就因为嫉妒猜忌，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威胁，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不是埃及人，是外族。他们越昌盛的话，对埃及人来讲是件好事吗？他现在看不是一件好事。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美国的新的总统起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哇，川普他要重新恢复美国的精神，重新恢复是美国人为优先。这些所谓的以前所谓的不管是正式移民或者是怎么样不法移民的，他还是把它定义了不同的过去的
一些思维，对不对？那过去是用基督教的信仰来看这一些，是一个大荣辱哦。但是他现在要重新，为什么？他发现美国正被取代，在这历史的要点当中，他想恢复美国的荣耀。哇，这是跟我们今天所读的新的法老王起来的时候要做的，好像有一点雷同哈，有一点雷同。那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是不嫉妒的，我们是彼此的尊荣的。阿们。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组长组员他被神所祝福的时候，他升官了，哇，他的业绩好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哇，把荣耀归给神啊，要肯定他，要赞美他，对不对？你越赞美他，他就会买点心给我们吃，不是吗？好像又有利益的关系哦，不，就是说我们彼此的尊荣，这是必要的。阿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猜忌的哦，我们可以很光明磊落的把事情讲开来。在家里也是需要这样，对不对？这是必要，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真的有时候还是会把自己的面子想要挂住，但是愿神帮助我们面子都做给耶稣，好不好？好，让我们能够更放下自己，这是必要的一件事情。你看圣经记载说，以色列人他们70位下到埃及以后，经过200多年，圣经记载那个结果是生养众多，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呢。哇，这样的形容让我们看见，好像神创造宇宙万物，然后再造人类以后，对人类的一个使命跟祝福，就是怎么样？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为说，就是要多产、倍增、掌权，对不对？神应许创造的时候，就把这个权柄、这个祝福给人类哦。极致我们看，当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也应许他，对不对？他将来的子孙要怎么样？多如怎么样？天上的众星要多如海边的细沙这么多呢，对不对？而如今有没有应验？有。那我们就看见神的应许，每一个时代，他选到人的时候，他就重复他的应许，他的祝福。每一个时代跟随他的人，神就不断祝福给他，及至于到新约，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对不对？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怎么样？奉父子圣灵的名，把给他们施洗而且要怎么样？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教训他们，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哇！耶稣也重复神创造对人类的祝福，对门徒的祝福所以既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了解生养众多，当然就是数目很多了。你觉得神让你生养众多的举手一下。生养众多，不只是这个你肉身的孩子吧，对不对？包括弟兄姐妹你在带领，是不是？你的小组有分职那个都是生养众多神给你的产业是越来越丰富的，那也是生养众多，对不对？茂盛就是昌盛加是质是优的优质的而且极其强盛，是在告诉我们所生产的出来的都是精壮的，都是蛮有能力的，这就是从神而来的祝福给我们。所以因此我们看见法老跟埃及人，他看以色列人是这么的哇，越来越昌盛，越来越怎么样？哇，都是顶尖人物所有的行业都他们成为带领者。哇，这个怎么可以呢？他们不是外族吗？哇，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看见，其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可能也有这个情况，因为你可能是优秀，或者是说神
大大祝福你，你就很高兴跟人家分享，跟人家分享。哎，其实有的人听得怎么样？不是滋味哦，真的是哦，会哦。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是我们用见证的话，那我们更应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记得，并且让他们看见的你是谦卑的，这是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可能你跟人的关系是会越来越疏离，因为你越来越卓越，他们觉得只有你行，我们都不行。那他们乐意跟你在一起吗？一定是跟你保持关系有一点距离的哦。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求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既然我们得着这福音，要传福音，那我们跟人的关系一定要用心去经营，让他们能够去经历到哦，祝福我们的神也能够祝福他。好，这是需要的，我们这是必要做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越蒙福就要越谦卑，阿们。我们跟隔壁说来，越蒙福就要越谦卑，对，越蒙福就要越谦卑。我们常会形容说，就像那个稻穗，对不对？越饱的话就越低头，有没有？哦，这是很棒的一个形容哈。OK， 好，那我们再从这里来看，圣经有记载约瑟的时代，当时候为什么到现在这一些新的法老王起来，会开始看见这外族对他们的威胁呢？因为是出之有因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瑟的时代啊，当时候约瑟的时代，那一个法老王是外族，是闪族的人来到埃及，然后他战胜了，所以他成为法老来统治埃及人。所以你看如果你熟悉的话，你就会知道约瑟给法老王的这一些的良策，其实是帮助法老王是越来越丰富的，因为他所建造的积蓄7年建造的一些的丰富，都是法老他自己的呢，不是国家的哦。所以到后来这些百姓要什么？卖田地给法老，为了要得着粮食，对不对？甚至最后都要甘愿说好，那我为法老做苦工来换取这一些的糊口，有没有？在这样的经验里面，那让我们知道，如果他是本地的法老，他会这样做吗？好像比较不会，对不对？因为比较有人情的关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因为他们过去曾被外来的法老所统治的，所以到现在他们新的法老起来，他就看见说，哇，这些外族成为我们命脉的威胁，我们应该想办法来管理他们，来管理他们，这是一个过程哈。那这个新的法老是怎么样呢？怎么样挑起这一些的种族的情节呢？民族的情节呢？他用一个比较的方式，他说：“看呐，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并且比我们还强盛呢。我们在地人不是吗？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呢？外来的人怎么越来越强盛？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不是吗？哇！并且他又说，他用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说，如果将来遇到战争的时候，这些外族的人，你想会帮助我们吗？如果他跟这些仇敌联合起来的话，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所有的财产都被收刮，然后他们就会离开我们而去了。这是假设性的，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威胁性？确实是有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迷惑，或者是说来提醒好了埃及人。最后他用了一个巧计，就说对这些外族的以色列人，我们就强迫他们要一起来搭建这个防御的工程做2个城堡，有没有？然后可以积蓄这些战备的粮食在这里面，并且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是农业的人民还是游牧人民？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会做砖吗？
他们习惯耕田吗？对他们来讲都是不习惯的。但是他们必须重新来学习，那很苦。既要重新学起，就要寄人篱下，不是吗？哇，就是因为这样，埃及人就可以苦待他们哈。所以，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圣经告诉我们很特别，第12节告诉我们什么？那些埃及人越发的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的蔓延啊。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因为他们越做苦工，身体就越强壮。好，哇没事情做嘛，对不对？苦工做完了，没事情做，就生孩子好了。哇，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件事。但是这是神对他们的祝福哦，神对他们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埃及人就因为这样，就开始更多的愁烦呢，更多的愁烦。好，所以求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被神所祝福的百姓，我们还是会被打击的。上个礼拜牧师有说，我被攻击有没有？那有几位弟兄姐妹就很关心，关心牧师，所以牧师你到底是被谁攻击了哈？那我本来今天我要讲的是约伯记，但是有一个感动，我立志不讲约伯记，就讲信荣记。上礼拜四早上的时候，我知道我被攻击大家很好奇，谁攻击牧师啊？谁这么大胆攻击牧师我告诉你，有一个很大胆的，叫做撒旦。他直接攻击我，他一直贬低我，然后叫我说你是谁呀？你以为你多厉害呀？你只不过是一个农家子弟而已啊！你以为你能够再做什么？免了吧，你放弃吧，没有人会看重你你不重要的。这些思想一直进来，一直进来，我就一直发现，对呀，我就开始软趴趴了，对，开始软趴趴。那到一段时间，圣灵要我起来，说起来去读圣经，我就读我们的读经计划，约翰福音。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上个礼拜我讲这个经文，对不对？但是我没有说我被什么攻击，所以大家都关心我，以为有谁拿剑来射牧师，拿刀来砍牧师，有没有？那我说不，真的是被恶者攻击。那我读到那里以后，我灵修完以后，我就跪下来。圣灵要我跪下来，然后我跪下来就趴在我的书桌的地毯上，潘牧师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他以为我昏倒了，我说没有，我就趴下来，我就匍匐在神的面前，我求神救我，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我看到一个异象，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从手滴下来，滴到我的头上。他说：“圣洁了，圣洁了。”我就跟撒旦说：“离开我，我属耶稣的，因为他已经救我了。”我说：“马上站起来。”我跟潘牧师说：“我好了，我好了，我好了。”对不对？潘牧师这个过程是这样，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者也会被攻击，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牧者如果被攻击，牧者逃跑或者受伤的话，羊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弟兄姐妹，不止牧师为你们祷告，你们现在都有祷告的大能了。因为我们 RPG 训练每一个人都很棒。我要再做一个昨天的见证。前天我们在埔里教会，然后后面潘牧师分享完以后，要我们 RPG 的祷告我找，没有人要跟我 RPG 呢。哇，真的是你以为牧师会祷告很久啊？
不会啦，我还是很简单的3句就可以。那我这样看，那里有一组是3个人的，我就把志成叫过来，说志成你过来跟我 RPG。志成在哪里？志成在那边哈。志成比我祷告的还久，对不对？你比牧师祷告还久，对不对？哦，人家在唱诗歌了，你还在祷告，有没有？哇，我就很感动哦。对，志成来我们教会不是很久，对不对？但是他这样跟着我们的脉络脉动这样跑，哇，他的祷告很感动牧师。我相信圣灵都在那里拍掌，哇，好棒，真的。对，所以愿神帮助我们。牧师还是有这样软弱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靠主可以刚强的，我可以败不复活的，因为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阿们。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约伯记今天就不读了哈，你们自己看讲章就可以了。OK， 好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是信荣记哈，不是约伯记。OK， 好，那最后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说，来，相信上帝必有出路。来，相信上帝必有出路。对，不管你的处境是怎么样，甚至跟牧师的情况是一样，是被恶者攻击的话，你相信他就有出路，因为主要带你出埃及。阿们。主带领我走出了那低谷里面，那让我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我相信我们所信的一样，都是同一位这位上帝哦。OK， 好，那经文我们牧师在读的时候发现了，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开始被欺压成为国奴的时候，他们是很痛苦的，但是好像他们没有哀求上帝呢。我都没有读到说他们有向神说，上帝啊，耶和华上帝啊，我们祖先的神啊，来救我们嘛。好像我都没有读到呢。我就很好奇哦。我读到第2章的时候，他们这里就记载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意思就是说，那苦待他们的这一位埃及王，本土的埃及王死了，对不对？他们是不是有重新盼望？新的王是不是可以就不用再苦待他们？但是他们还是继续被苦待哦。但是他们就叹息哀求。这里有写他们向神叹息哀求吗？没有呢，没有呢。他们没有哀求上帝，没有，他们只是好辛苦哦，没盼望了，我们都是奴才呀，你是奴才，我也奴才，都一样啦。哎呀，好辛苦哦，好累哦，有没有？他们也说神啊，在哪里呀？帮助我们啊，以色列的神啊，有没有？没有。但是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那边呢，就是他们的哀求为什么会达到神那边？24节、25节就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是神听见他们哦，不是他们哀求神啊。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哇，我就发现这里都是上帝主动呢。怎么说？你看，听见，谁听见？神听见，神纪念，神纪念。谁看顾？神看顾。谁知道？神知道。很特别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不管你的处境怎么样，我要告诉各位，即便你一时忘了呼求神，神依然纪念你跟他的约。但是当你真的回转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早已为你预备了出路。阿们。这是我们要相信的，因为神是永不背约的神。阿们。神是不会不离不弃的离开，他会不离不弃的与我们同行的，他不让我们成为孤儿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阿爸。阿们。这是我在出埃及记这一段时间看来，原来过去他们在埃及400年，神都是主动的来洞察以色列人的情况哦，都是神主动。后来他们开始才会
他要向神哀求。为什么？因为神派了摩西来了，对不对？还是神主动的，都很特别哦。这救恩本来就是出于完全是神所主动的，所以感谢主。后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塞兰起行往苏哥去的时候，圣经记载，除了妇人、孩子以外，步行的就有60万。所以我们一般这样的一个估算，大概当时候出埃及的有200万。哇，200万呢，容易吗？哇，真的是神的作为啊！400年，从70个人，400年后他们是200万的大军了。好，本来是奴隶，但是神带他们到西乃山以后，神跟他们立约了，神的百姓，他们就成为耶和华上帝的大军，超厉害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哈。所以我们要相信，我凡事都有出路的。阿们！你来宣告来，我凡事都有出路。阿们！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清楚神的祝福是永远不改变的哈。我们来读今天的经句来，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出埃及记1章7节，再一次来，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满了那地。出埃及记1章7节。如果导读的话，我们一起导读的话，牧师要我们一起导读哈，就是我宣告永光人，好不好？可以吗？我预备来，我宣告永光人生养众多，并且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阿们！来，牧师要我们举起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永光人哦。来，预备，我宣告，开始，预备，来，我宣告永光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这地。阿们！阿们！感谢主，愿神祝福我们，按着我们的宣告来成就。永光人之所以可以如此，是因为你就是永光人，你就是蒙祝福的。阿们！你是多产倍增掌权的。阿们！宣告我是多产倍增掌权的。来，我是多产倍增掌权的。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谦卑的心，与你相遇在祷告里，调整脚步，放下自己，呼吸新的气息。以渴慕的心，与你连接在祷告里，很欢喜，重新的力，拥抱你的无比。我们以祷告点燃祭坛，熊熊烈火四处流传，高举的双手随处可看，复兴火焰家家点燃。谦卑的心，与你相遇在祷告里，调整脚步，放下自己，呼吸新的气息。以渴慕的心，与你相接在道里，重生安息，重新的力，拥抱你的无比。我们以祷告点燃祭坛，熊熊烈火四处流传，高举的双手随处可看，复兴火焰家家点燃。
前，世界跑在我们后面，何以敬拜主彰显？天国降临我们中间，双膝跪在主脚前。在我们后面，何以敬拜主彰显？天国降临我们中间，我们以祷告点燃祭坛，熊熊烈火四处流传，高举的双手随处可看，复兴火焰家家点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还有一个埃及还没有走出来，是不是今天早上你可以跟主说：主啊，带领我出去，给我出路，因为我依靠你，在我不行，因为我是罪的奴仆，我被辖制了，我被这一件事情所辖制了。主啊，求你释放我，带领我出埃及，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神早就为你预备出路，好不好？把今天这个重担交托出来，这个难关交托出来，这个死结交托出来，主要为你打开结，主要为你开一扇门，主要让你经历他的同行同在，好不好？我们开口为自己心里的重担再次交在神的面前。你要大声呼求可以，小声的祷告也可以，神必垂听，好不好？我们一起说：主啊，主啊，3声以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是释放的时刻，是出埃及的时刻。主啊，带领我们有出路，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借着你，我们可以脱离这一些黑暗的权势。主啊，释放我们，释放我们。那死结今天要打开，那死结今天要打开，那病痛今天要离开。主啊，谢谢你。那关系今天要复合，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我们把自己交你手中。我们知道四面很多的挑战围绕着我们，那恶者就像吼叫的狮子，在四处寻找软弱的，要把它吞吃。主啊，我们要靠你刚强，让恶者不敢靠近我们。我们宣告，那恶者要离开我们。我们宣告，我们的捆绑已被释放了。我们宣告，我们病痛被医治了。主啊，我们的难处，我们看见你的同在，我们就宣告，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卓越的。主啊，我们不看我们现在的分数，我们看见的是主，你必加添给我们，叫我们生养众多，很丰富的来成为最美的见证，把多产倍增掌权的赐福就在这个时刻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教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以祷告点燃祭坛，熊熊烈火四处流传，高举的双手随处可看，复兴火焰家家点燃，高举的双手随处可看，复兴火焰家家点燃。你跟隔壁说，你有出路了。阿们。我们大家请坐。
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跟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敬虔的态度，有信心的来奉献。今日道主，世人作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衷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兄姐，请起立。兄姐，请坐。施工分享，请潘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好，首先呢是导读的部分，不晓得你的导读有没有跟上进度了？阿们吗？如果你有稍微落后，你不用担心。继续跟着，你一定赶得到的哈。好，我相信神赐给我们永光家人、永光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渴慕神话语的。阿们，感谢主。好，再来，哇，这是我们在昨天跟前天呢，连假的这2天，我们的核心同工，我们的领袖们，总共有80几位。到了埔里，在那里有非常棒的一个享受在地的风光明媚。那同工的关系呢，也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彼此的更了解，彼此的更相爱。有弟兄跟我们分享当中说很难得这种机会可以。弟兄跟弟兄同睡一个房间，3个弟兄铁三角都睡在一起，他觉得感觉非常好。哇，是这是在我们的主里面彼此这种的一个分享哈，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更多的连结，真的是更多的信任，也了解对方哈。就更多的尊荣，好，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喜乐。那这个是我们在珍宝大饭店，然后珍宝大饭店呢，这个有，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啦，有声音一下好吗？声音，看一下我们在做什么。就是饭店的大厅，竟然可以让我们在那边敬拜赞美。你看那边有一台钢琴，有没有？透明的，亚伦在弹，有没有？因为他们有钢琴。
的年轻人很棒啊！哇，他们这样充满了喜乐，所以呢，在那里的饭店的客人呢，都在那边跟我们唱跳。哇，你知道我们怎么会有钢琴可以弹呢？因为呢，牧师呢去场勘的时候，他们的钢琴就摆在那边。我说哇，那么漂亮的钢琴我就跟他们的那个柜台的小姐说，哎，这个钢琴我可以试一下吗？我一试，哇，那个钢琴都走音了，哇，所以就不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如果来这边的话，我们想要在你们的大厅唱歌。这一台钢琴可以弹吗？他说，可以啊。我跟他说，可是音都走掉了。我说，可不可以请人来修理一下，这样调音一下 ？OK， 那我们昨天去的时候，礼拜五晚上到的时候，他们的柜台的小姐竟然还记得这件事，一看到我就说，哦，你是永光教会的牧师，来，我跟你介绍我们的经理。然后一介绍之后，那个经理第一句话就说，牧师，你说要把钢琴修好，我已经修好了。你们可以唱歌了，哇！我就很感动，竟然他们就把这件事我们要赞美的事情把它记起来，而且把那个钢琴修理了，钢琴的音有修理，然后呢，那个延长音没有修理，因为他们没有那么的专业哈。不过我们照唱，因为在那里呢，可以见证神透过教会，让弟兄姐妹能够展现出对神的尊荣，阿们。所以这些人看到之后说，我怎么会有这一群人这样在那里，就非常的大方，然后呢开心的在那里赞美神。所以我们真的在赞美的时候，我们是宣告在埔里地区，宣告在这个饭店呢都能够得神的恩典，阿们呀！我们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就是带下了祝福。所以你看，信主的基督徒，你有多大的权柄跟荣耀？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机会哈。那我们在这一次呢，我们大概没有什么样的课程，大概都是在交易的部分。那这个呢，是我们同工呢也非常渴慕，因为透过这样子小组跨组，然后呢在牧区呢就更多的彼此的了解认识哈。好，感谢主，我们这2天呢都非常的美好。那再来呢？好，我们3月份呢陆续都有事工开始要来进行了。我们的生命更新营，是第19期了哈。那在礼拜六，接下来的礼拜六要来登场，所以呢，我们有报名的弟兄姐妹呢，上午8点半，礼拜六的上午8点半，要在4楼要准时来报到。我们的同工呢，8点20要有一个祷告会，会前的祷告会，所以请服侍的同工8点20能够到齐。好，再来，我们4月呢有受洗，这个时间呢是定在4月6号，就是4月的第1个礼拜天。那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要把握这美好的时间，不要再等下一次，不要再等下一次了，就是在此刻，就是在现在。所以呢，我们要来赶紧的报名。好，接着，好，那我们等一下呢要来颁发我们去年我们呢手抄导读的经文哈。那我们要把这个经文手抄本呢要来赠送给我们哈。我们去年有125位，阿们。阿们！你看，我们渴慕在我们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神他说话语呢会成为我们百谷的滋润。阿们！哇，神的话语真是大有能力。好，我们等一下再来颁发。好，接着，好，牧师呢要来报告这件事情，大家要来更仔细了。就是我们母亲节呢是5月11号，5月11号是礼拜天。我们过去呢礼拜天，我们的母亲节都在教会来庆祝。那会有我们的舞班，会有我们的儿童青少年，他们会有舞蹈的一个赞美。那我们这一次呢在今年我们特别推动2025全家归主，全家蒙福。是，所以今年的母亲节的庆典，我们稍微呢做了一些新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要举行母亲节的庆典之外，然后呢就是午宴，就是餐会哈。我们会在那个叫金豪楼哈，
金豪楼的宴会厅啊，这是我们会在，所以我们的礼拜呢就会挪到那个宴会厅那里，然后呢礼拜完啊庆典结束，我们就直接的就是幸福的餐会、幸福的午宴。那要不要订桌？要，所以呢就要开始登记哈。那我们呢这一次我们在这个我们邀请的朋友上面，因为我们呢过去有一个情况就是教会有补助，所以呢我就整个家族30个人通通来，就包3桌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个是最主要是为了我们未信的家人，未信的家人，然后你邀请他来，然后参加感恩、参加庆典礼拜之后，然后接着就是午餐，就是午宴的部分。那我们的邀请的方式呢，就是我们永光，你涉及在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哈，然后你可以邀请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亲，好，你的父母亲不管是你的公公婆婆、你的岳父岳母，你都可以邀请。那永光人一个人，那你可以邀请多少人？你可以至多邀请5个人，1加5那就是6个，是。所以呢，我们也避免就是整个甚至就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基督徒他可能是在别的教会聚会。那可能我们就这个就不是我们设定的一个对象，我们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邀请，把机会给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爸爸妈妈、家人，特别是母亲节，你一定要邀请母亲。那我们常常会有聚餐，对不对？母亲节聚餐，那这一次你就把那个聚餐，你就设定在我们永光教会这次推动的母亲节的幸福聚餐。母亲真爱你，幸福餐会，好，所以呢，我们的早鸟价要在3月23号以前，我们的早鸟价是500元，一个人500元，那其余的都是由教会来补助，所以呢，每一桌教会都要补助，所以我们一个人来负担500元哈。那在3月23号之后就要恢复原价是700元，好，原价是700元，所以我们尽量在3月23号之前。那我们要向谁报名？向你的小组长报名。好，所以等一下小组长要留下来，牧师要跟你们说，跟你们报告要怎么样来接受报名的这个部分哈。好，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欢迎邀请弟兄姐妹，因为你来到教会聚会，有时候你是一个人，或是你是第一代的，你的家人根本不晓得你去教会做什么，所以对你的支持度不够。那这一次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是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机会邀请家人来接触到教会，接触到你的小组的朋友，让他们看到原来你来永光教会参加聚会是这样的形态，是这么的喜乐，让他们也都能够来支持你，也表达我们对家人在灵性上面、灵魂上面得救的这一个部分呢，我们都能够来看重哈，所以我们把握这个机会，在母亲节的庆典当中开始来邀请哈，开始来邀请。好，接下来这个是信仰培育奖励金呢，有新增这个奖项。另外呢，3月29号呢，我们要在凯达格兰大道，就是在我们的总统府前有一个全台湾的青年复兴祷告大会。那不是只有青年去祷告啊，是由青年来带领众弟兄姐妹在凯达格兰大道，在那里为台湾祷告。为台湾祷告有没有包含你的家？有。所以呢，我们永光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把这个时间播出来，1点到5点。所以呢，这个南部呢都会有游览车从南部上来。所以呢，我们这么近，那他们都上来了，我们难道只是旁观者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参与者。你跟旁边的人329，你我一起参与。好，时间靠近的时候，我们会再来报告要怎么样来参与哈。好，接下来，好，我们的圣歌队这个礼拜6晚上要开始来练习了。
为我们基督的复活，我们来唱歌。我们常常喜欢唱卡拉 OK， 对不对？好，我们来这边那个复活节的练习，你就当做卡拉 OK 来练习，也来参加哦哈。好，接下来我们的社区呢有青少年舞班，还有星光学院，我们的课程开始起跑了。那欢迎我们呢尽快的来报名，把握这个一个非常美好的机会。好，那访韩盛会呢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有10多位开始报名了哈，已经报名。那我们要在3月16号之前，你要先缴预定的金额，定金9000块。那之后的就慢慢你再缴。好，所以呢3月16号缴定金9000块，确定你已经报名哈。好，再来。好，那我们从3月开始呢，健身小组的守望者呢，原本是雅凤哈，那因为家庭的一些需要他照顾的地方，所以呢他们的守望者我们要调整为人帮。人帮有没有在这里？好，我们也欢迎人帮成为健身小组的守望者哈，感谢主。好，上帝也大大祝福在雅凤的身上哈。好，那另外。好，恭喜何佑生还有林本玉结婚之喜。那我们从上个礼拜呢有开始来签名，我们想要参加他们的喜宴的哈，不是结婚典礼，结婚典礼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不用登记。那要参加他们喜宴的，我们现在呢在我们的教会呢现在如果呢我们有谁结婚，然后呢我们要参加宴客。我们现在的方式都是，因为我们都是永光家人，所以呢，我们都会先登记，然后呢，登记完了之后呢，我们的我们的主人他们呢才会送上帖子，好，才会送上喜帖给我们，跟过去不一样。我给你帖子，大家都发，可是呢，不晓得谁会来，以至于现在呢，在宴会餐厅上面呢，那个有时候。在抓预算上面就不容易，现在一桌都要2万块以上，是，所以我们也考量到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个预备上面的一个作业的需要，所以我们都先用报名的。如果你愿意来参加，当然我们的赵明长老他非常的欢迎我们都来参加哈，是，但是呢需要我们先来报名，然后呢他就会只要你有意愿，他就会把帖子那个。喜帖给你，若不然你没有填，然后他喜帖给你，你会感觉你在跟我要我哈，所以呢，我们都要把这个关系弄得非常的和谐，所以牧师鼓励我们来参加了哈。但是有一个就是因为那个桌数有限，所以呢，我们如果有小孩的话，我们尽量是成人来参加哦哈，我们尽量来成人来参加哈。好 ，OK， 接下来，好，我们今天有黄明辉弟兄所带来的朋友静芬，静芬是姐姐是不是？明辉的姐姐，明辉的姐静芬有没有？请站起来。好，是，好，还有OK， 淑慧，好，淑慧还有女儿嘉恩是不是？好，嘉安是，在上个礼拜。我们的素娥姐的告别礼拜呢，从头到末了，我们永光教会一路陪伴到底哈，所以呢，他们也表达他们对我们永光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样的关心，他们表达一个谢意在我们当中哈。上帝也大大祝福你们，静芬也期待你能够跟妈妈一样，在这里聚会，成为神的女儿。阿们！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好。那这3位呢，我们可以来我们的迎宾同工呢，给我们一个礼物来赠送给我们。好，秋发长老，你在哪里呀？哇，秋发长老，好，可能认识秋发长老的举手。哇，好秋发长老，这是那时代你的朋友。好，那很多人不认识秋发长老，对不对？秋发长老，你再站起来一下。他是我们先前的长老，他非常的可爱，对不对？那他呢在我们的教会还是我们乐团的那个贝斯手。你要回来弹贝斯，
要不然都是周牧师还要谈啊。他非常的棒的一个长老，很爱弟兄姐妹，然后很棒的服侍。那他因为呢移民，所以呢他到加拿大温哥华。好，温哥华好。那你回来几天？3个礼拜。好，那3个礼拜天你都要回来永光哦。好，上帝也大大祝福我们的邱发长老，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回国，回到我们当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去年的导读手抄本哈，那这个手抄本呢，我们有125位，那因为125位呢到台上了啊，就可能人数很多，所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国宾长老来代表，好不好？我们的国宾长老来代表来接受这个导读本，然后呢，我们有抄写导读本的，请起立，请起立，哇哦！感谢主，你们真是蒙福的，因为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面，神就纪念我们，并且透过我们抄写导读经文，也把这样的福分分赐出去。所以呢，我们因为人数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我们最资深的国宾长老呢，来代表我们来领受这个祝福哈。好，我们热烈掌声。我们也为这些站起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他们掌声。哇，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们的手抄我们的导读本我们的同工导读本现在是在后面。好，那我们礼拜结束后，我们到后面来跟我们的同工来领取，好不好？非常的美丽哈，非常的美丽。好，然后呢，你拿到之后要来到这里，等一下你们的导读本来在前面发好了，然后我们一拿，我们要在这边来拍照，我们要来拍照，好，我们要拍大合照，然后拿着我们导读本哈。好，那大家请坐，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用这首好心情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愿上帝大能的宝贝时刻引导你们，让你们在凡事上都有出路，因为神就是你们的出路。也愿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你的全家，跟圣灵的引导光照，让我们享受在神的带领以及丰盛的恩典，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
大家平安，上帝祝福我们，大家请坐。牧师要请我们有手那个导读本要领导读，我们都来到前面，牧师来发给你们。我们来前面来，我们站在前面这样子，我们直接发会比较快。来，我们每一个人拿导读本拿到前面来。好，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准备一个我们要大合照的队形。好，然后我们同工人手上就可以发给他们。好，来，我们来到前面来，我们来到前面。